为了要让囡仔体验到歌戏的趣味，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有举办真侪活动，由一心戏剧团、新团歌戏剧团，也有一个长臂魂歌戏团推出专门让囡仔看的歌戏，以趣味好声为主。对10月31开始呢，要伫咧北中南演出，隆重有6场的表演，也有一个穿戏服加卡步手路的体验。 丢丢童啊！这首囡仔歌大家拢有听过，长米魂歌戏团也用伫咧歌戏内面。这是专门替囡仔打造儿童歌戏，就号做收妖日记颠倒大王的秘密，来演平安和如意这两个主角对抗歹人颠倒大王的故事。对着观众朋友囡仔来讲，其实是一个真好的头一步接触。 互因会当照着看儿童歌戏，互因会当进一步了解哦，这就是属于咱台湾的在地文化歌戏。你来跳舞，我念歌词。为着要让囡仔介意看歌戏，新团歌戏团也改编西洋经典故事《乌姑娘》。主办单位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推出对着风吹看戏曲的活动，隆重招3个剧团，包括一心戏剧团、新团歌戏剧团和长米魂歌戏团，伫咧北中南行透透，自10月31就开始巡演。 因为是针对这个儿童来设计，所以呢，伫咧这个演出的时候，甲咱伫庙口，也是讲伫公园内底看是无共哦嘿。迄内底无什么中校职业哦嘿，用真简单的话语，所以内底呢，佫有一寡迄个囡仔歌。跑了去咱的边疆的可能是庙埕，或者是菜市啊，会当恢复较早，咱就伫咧庙口、伫咧市场口，拢会当听到歌戏的这个情形。 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讲，拢总有6场的表演。也那即届儿童歌戏拢是专门替囡仔打造的剧本，和较早咧搬的中校这意无同，以趣味好耍为主。除了推广歌戏，也希望会当提供少年演员有表演的舞台，会当讲是1减2个。记者陈亚轩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